TVB 嘅藝人臥虎藏龍，係行內人人都知嘅事。有些人，你日日見佢哋喺熒光幕上演師奶、演阿媽，演活咗草根階層嘅百般姿態，你以為佢哋同你我一樣，靠一個月薪捱世界，但現實往往比劇本更離奇。佢哋之中，有人收工揸波子，有人住半山豪宅，拍戲唔係為咗謀生，純粹係興趣。老戲骨馬海倫係圈中出晒名嘅富婆，而現年74歲嘅程可為亦係其中一位代表人物。程可為本名楊連貴，1972年考入無綫第一期藝員訓練班。當年同期嘅同學有邊個？金國亮、許紹雄，個個後來都成為香港電視史上有頭有面嘅人物。後生嗰陣嘅程可為，樣貌清秀，氣質溫婉，係公司重點力捧嘅二線花旦，清宮殘夢、乘風破浪、楊貴妃等重頭劇集都有佢嘅身影。可惜事業正值上升期，佢卻選擇喺80年代移民加拿大，一去10幾年，錯過咗 TVB 最黃金嘅發展期。1997年回流返香港，江湖早已換咗人間，昔日花旦只能演大媽、姑姑呢類邊緣角色。但程可為冇半句怨言，默默咁演，演到而家，成為觀眾心中無可替代嘅御用阿媽。然而鏡頭前演咗一世草根，鏡頭後嘅程可為卻是另一番光景。外界保守估計，程可為揸住嘅房產市值加埋接近半億，隱形富婆4個字絕非浪得虛名。佢嘅財富同 TVB 嗰啲微薄片酬毫無關係。程可為出身經商家庭，父母早年經營酒家，又做燒臘肉食公司生意，手揸多套住宅商鋪收租。佢細個嗰陣最大嘅功課就係跟住父母上門收租，年紀輕輕就見識到物業帶嚟嘅穩定收益。呢批不動產後來由佢同弟弟妹妹共同繼承，成為佢人生第一筆原始資產。80年代移民加拿大溫哥華，佢冇停落嚟。當時加拿大樓市蓬勃發展，程可為睇準時機，毅然轉行做地產經紀，專門做豪宅買賣。為咗考牌，佢千辛萬苦求得地產鋪同事做軍師。佢做事向來搏到盡，試過因為半夜帶客睇樓俾上司責罵，試過喺雪夜睇樓喺屋外跣到受傷。更誇張嘅係，佢試過帶同係 TVB 藝人嘅夏宇睇樓，前前後後睇足40幾間。夏宇笑佢發錢寒，佢卻毫不在意。喺加拿大高峰期，程可為曾經擁有6間連地房屋。佢賺到錢就買樓花，再轉手獲利，因而被前輩梁醒波封為樓花王。回流香港之後，佢拍戲之餘繼續佈局樓市，資產再度翻倍。如今佢住獨立屋，客廳闊落，落地大玻璃採光十足，更設有戶外花園，呢啲先至係佢真實嘅生活。最近程可為接受咗資深傳媒人汪曼玲嘅 YouTube 頻道快拍慢鏡頭訪問。訪問當日，佢一身行頭已經話：你知咩叫低調嘅富貴？成套閃鑽寶石耳環，手上2枚戒指，頸上珍珠頸鏈。但喺佢眼中，呢啲只係日常穿搭。事實上，程可為平時出街嘅行頭從來唔會求其，佢有自己一套富貴但低調嘅哲學，既要見得人，又唔會招人話病。圈內人透露，程可為家中珍藏嘅首飾不在少數，但佢從來唔會一次過戴晒上身，心留白嘅藝術。今次訪問之所以帶上全套閃鑽，純粹因為汪曼玲同佢係相識多年嘅老友，先至俾面隆重其事。訪問中，程可為罕有地敞開心扉，大談獨身主義、財產安排，甚至首度公開自己早前經歷嘅生死危機。先講感情，程可為一生未婚未育，呢個喺娛樂圈唔算秘密，但佢過去極少解釋原因。最多拋一句我最討厭結婚，草草帶過。今次佢終於講清楚，
一切源於原生家庭。佢細個嗰陣，爸爸有幾頭住家，媽媽同爸爸經常為瑣碎事吵架，幾房太太爭風呷醋，勾心鬥角。程可為自細喺呢種環境下長大，對婚姻徹底失去向往。我至憎結婚，你唔好同我講結婚，呢句話背後係幾十年嘅心理陰影。加上自己有錢有本事，一個人過自由自在，時間、金錢全部自己掌控，點解要怕寂寞？佢喺訪問中反問：緣分天注定，強求冇用。我而家70幾歲，照樣過得開心。有圈中老友私下透露，程可為後生嗰陣唔係冇人追，當年喺無綫拍戲期間，不乏幕後人員甚至圈外富商向佢表達好感，但佢統統不為所動。一方面係因為原生家庭嘅陰影揮之不去，另一方面係佢太清楚自己想要乜，佢唔想要俾婚姻捆綁嘅人生。有次飯局上，有朋友勸佢趁後生搵個人嫁咗佢，佢當場冷笑一聲：嫁人？嫁咗就唔使做？嫁咗就唔使捱？我見阿媽嫁咗仲慘過做妹仔。從此之後，再冇人敢喺佢面前提結婚二字。然而，最令人震撼嘅係佢首度公開嘅健康危機。程可為透露，早前佢突然患上感冒，繼而咳嗽。佢以為只係普通感冒，食啲藥就冇事，誰知咳嗽越來越嚴重，甚至咳出血。佢心知不妙，即刻去睇醫生。醫生叫佢照肺，仲話俾佢知，如果冇事就唔會聯絡你，有事再留言。程可為照完肺，大安旨意繼續開工，以為冇事。誰知第二日，醫院突然打電話嚟，唔係癌症，但肺裏面生咗一條罕見嘅增生血管。醫生話俾佢知，呢條血管喺香港嘅醫學記錄中萬中無一，連0.1%都唔到。點解六合彩又冇我中啊？中啲咁嘅嘢。程可為苦笑。更嚇人嘅係，呢條多餘嘅血管已經粗到好似牙籤，而且好似樹枝咁分咗出好多細小血管。我仲要日日去捱夜，真係好危險。醫生話，如果呢條血管充血爆裂，嗰啲分支血管一旦爆破，血液會喺極短時間內封住肺部，咁你就可以喺好短時間之內走人㗎喇。換句話講，佢一直喺唔知情嘅情況下，同一顆計時炸彈共存。醫生立即安排佢入院接受微創手術。手術前，醫生問佢揀全身麻醉定局部麻醉。程可為揀咗局部麻醉。佢同醫生講，入咗呢個手術室，我嘅生命就交咗俾你。你如果覺得我唔得啦，你唔好覺得唔開心，因為冇辦法㗎，唔係你想整死我，而係命運安排我要走啦。呢番話淡定得令人心酸。手術持續咗大約3個鐘，程可為全程保持清醒，一邊睇住醫生處理血管嘅每一個細節，一邊同醫護人員傾偈講笑。最終，醫生成功處理咗嗰條多餘嘅血管，令佢逐漸枯萎。佢順利闖過呢一關。事後有醫護人員向傳媒透露，程可為喺手術期間異常冷靜，完全冇普通病人常見嘅焦慮或恐慌，反而主動同醫生傾偈，講自己喺 TVB 拍劇嘅趣事，又講自己做地產經紀時嘅奇聞。3個鐘嘅手術，佢幾乎當做一場傾偈局。難怪醫生事後都話，程小姐係我見過最鎮定嘅病人，佢真係睇得好開。經歷過生死，程可為對好多事睇得更加通透。財產點樣安排？呢個大概係外界最關心嘅問題。無兒無女，半億身家，100年之後留俾邊個？程可為嘅答案出奇地平淡。佢喺訪問中非常謙虛咁話，自己並冇太多財產，但求呢世夠用就夠啦。既然冇下一代，100年之後名下資產自然交由兄弟姐妹。唔使過度思慮身後事，活在當下最為重要。
佢甚至冇刻意立字句，口頭講定就得。瞓喺病床上面嗰陣，佢就想通咗，真係到咗緊要關頭，靠得住嘅都係嗰幾個由細食大鑊飯，一齊熬過苦嘅手足。錢係自己賺嘅，想俾邊個就俾邊個，唔使做俾人睇。據知情人士透露，程可為同弟弟妹妹感情極好，雖然佢單身無兒無女，但幾個手足嘅家庭早已將佢當作家族中嘅大家姐，每逢節慶聚會必定留位俾佢。佢亦對幾個侄仔侄女視如己出，每年過年利是封得相當豪爽。有次侄女生日，佢二話不說送咗一隻名牌手袋，連眼都唔眨。佢曾經同身邊人講：我冇仔女，但係我啲侄仔侄女就係我嘅仔女，有咩分別啫？至於 TVB 嘅工作，程可為更加係抱住有得做就做，有得食就食嘅心態。前2年，佢同 TVB 改變咗合作模式，轉為1年1 show 合約，由長工變散工，冇咗底薪。佢坦言初時心情確實受到影響，初就都唔係咁開心啦，因為冇咗底薪嘛，冇咗底薪就好似冇咗一個扶手柄咁啊。佢甚至用咗一個非常貼地又唏噓嘅比喻，好似嫁咗個老公，老公唔俾家用你咁，感覺上年紀大咗，好似個老公唔中意自己，遺棄咗自己咁咯。由公司行到停車場，佢獨自垂淚，但第2日佢就想通咗。佢體諒公司嘅困境，亦明白自己年紀大咗，工作量減少，反而好似休養生息。如果套套都擔好多戲，我係應付唔到嘅。而家客串就好好，可以轉客環境，又可以延長演藝壽命。佢對演戲仲有團伙，只要有人揾佢拍戲，佢從不拒絕。其實圈內人都知，程可為喺 TVB 嘅日子從來唔會爭戲爭角色。有導演私下爆料，程可為喺片場從來唔會要求特別待遇，就算等足全日都冇怨言，甚至會主動請劇組同事食下午茶。有次拍外景，天氣酷熱，佢自掏腰包買咗成箱凍飲請台前幕後，埋單過1000蚊。監製事後想同公司報銷，佢揮揮手話：小數目，唔使搞咁多嘢。呢種姿態喺爭名逐利嘅電視圈實在罕見。好多人以為佢身家豐厚先至處之泰然，佢卻謙虛否認。呢個係你哋俾面先至會咁樣寫啫。世界上幾多人有錢啊？你有錢得過人咩？但佢亦大方承認後生嗰陣識得未雨綢繆。托賴，我後生嗰陣時識儲蓄，所以而家呢就喺度食少少積蓄頂得住個生活費，咁你咪無憂咯。訪問當日，佢手上戴住一隻巨型寶石鑽戒，相當搶眼。正當大家以為價值連城，佢鬼馬地揭開謎底，原來唔係真石，係弟弟公司用溫室培育出嚟嘅鑽石。佢笑言呢啲戒指唔係真正嘅真石，係用溫室培育出嚟嘅，價錢非常親民，2-3萬蚊就有交易。如果靠我買真嘢就死啦，幾萬蚊帶出富婆級效果，程可為果然精明。其實程可為嘅精明不止於此，佢多年來投資從來唔會跟風，有自己一套哲學。有圈中姊妹想跟佢買樓，佢反而勸人三事：你睇我好，我睇你好。樓市有起有跌，我輸得起，你先輸唔起，唔好跟我。唔拍戲嘅日子，程可為四出吃喝玩樂兼同好友聚會。佢中意飲價值不菲嘅陳年普洱茶餅，堅持過午不食，夜晚盡量空肚，所以多年來狀態依然好好，皮膚白滑緊致，臉上幾乎睇唔到歲月痕跡。正如佢喺訪問中所講，我覺得我而家係最開心，冇嘢需要擔心。講起養生，程可為本事更加有自己一套。佢向來深居簡出，若非拍戲或朋友邀約，甚少夜蒲。圈內老友李思琪曾爆料，程可為家中有一個專門嘅茶室，收藏咗不少靚普洱，
閒時約3、5知己品茶傾偈，日子過得相當寫意。有次朋友帶咗個新相識上去作客，對方見到佢家中嘅茶餅，估唔到價值6位數，當場嚇一跳。程可為卻淡淡然話：茶係用來飲㗎，唔係用來炒㗎。然後照舊沖水斟茶，當尋常事。由 TVB 第一期藝訓班嘅清潔學員，到縱橫螢屏半個世紀嘅御用阿媽，由正當紅時毅然移民加拿大做地產經紀，到回流後甘當綠葉默默演戲，由咳血險喪命嘅生死邊緣，到如今豁達通透咁安排身後事，程可為嘅人生冇跌宕起伏嘅狗血劇本，卻處處透着拎得清嘅智慧。佢有半億身家，卻從不張揚；佢無兒無女，卻將財產留俾兄弟姐妹。佢俾 TVB 改簽1年1蘇，一度覺得被遺棄，第2日就想通咗繼續演。佢肺部多咗一條罕見嘅增生血管，差啲冇命。做手術時卻揀局部麻醉，清醒咁睇住醫生做咗3個鐘嘅手術。有人問佢，一個人過會唔會寂寞？佢反問，點解要怕寂寞？有人問佢，財產點樣安排？佢話，有兄弟姐妹喺度，唔使核操心。有人問佢， TVB 咁樣對你，點解唔走？佢話，有人搵我拍戲，我就唔會拒絕。呢個就係程可為，一個喺 TVB 演咗半輩子配角嘅隱形富婆，一個睇透咗婚姻本質所以選擇唔分嘅獨身主義者，一個喺生死邊緣走咗一遭之後更加豁達嘅通透老人。佢嘅人生哲學大概可以用佢自己嘅一句話嚟總結：窮就努力，有錢都唔張揚，唔使驚，唔使靠人。如今佢仍在等每一個拍戲嘅機會。正如網友所講，程可為身家富貴，拍戲唔係為咗賺錢，而係因為熱愛。74歲嘅程可為活成咗好多人羨慕嘅樣子，有錢，有自由，有熱愛，有手足，唯獨冇嘅係枷鎖。呢個大概就係佢口中嘅最開心嘅狀態。講到底，程可為嘅故事之所以令人動容，不在於佢有幾多身家，而在於佢對自己人生嘅掌控力。佢從不受外界眼光左右，唔因單身而焦慮，唔因年紀而退縮，唔因財富而驕矜。喺呢個人人追求圓滿嘅社會裏面，佢用半個世紀嘅時間活出咗一個唔圓滿卻圓滿嘅人生。或許正如佢喺訪問尾聲所講，做人最緊要係對得住自己，其他嘢由得佢啦。